们先结账。好好好。你要不要直接点米果粉？因为它的酱汁就是笋丝肉燥的。这是怎样？笋丝肉燥的。酱汁就是笋丝肉燥的，你要不要直接点米果粉？酱汁比较多的。好。这样60。猪油拌饭的蛋，它是用半熟的嘛？对，因为要让它拌。它这样子大概不断持续的搅拌要多久？差不多2分钟，让它滚起来。这个要大火吗？对，倒下去的时候要大火。那这个酱料的调味都已经调好了。对。因为这是一个快要失传的古早味东西，然后它通常都是在早餐时段出现。那它跟一般的肉粿有什么不一样？肉粿里面有馅，米粿里面是碎肉，它们两个吃起来口感会是不一样。一下哈，你这家店大概开多久？大约开3年。然后一开始就在这边吗？一开始在金华路。金华路。对。所以你是金华路移来这边，还是同时开2家店？那时候是同时。那金华路现在还有在营业吗？金华路那边没有了。那边没有了。对。那你觉得像在台南，你经营餐饮业，你觉得最辛苦的是？时间长，平常日这里又没什么人，都是靠假日。那这边你最主要的客户，散客比较多，还是观光客比较多？都差不多，各一半。所以这边人潮比较集中的是在假日。对。
那平日比较少人。对，平日都是晚上。